如果你要記憶或者學習一樣嘢嘅時候，我哋會建議你用多方面刺激嘅思維方法記憶。有一啲嘢你學完之後唔去做、唔去記、唔去諗，其實你好難會真係記得喺個腦入邊。所以老師就會叫你做功課啦，可能老人家就會叫你試下啦，做多幾次你就記得㗎啦。做一次出嚟啦，咁就會容易記到嘅。又或者讀出嚟啦，就會容易記。其實佢哋全部都冇錯，大家都用同一種方法，就係用多幾個媒介去建立你嘅記憶。先唔講你中唔中意做功課先啦，但係如果你真係能夠喺一件新嘅事物入邊用多幾個方法幫助自己記憶，例如睇啦、聽啦、聞啦、講啦、做啦，到你用翻呢一件新事物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呢5、6、7個方面揾翻呢一個記憶出嚟。多謝你聽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